各位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5月7日的公司台嘅早起新闻。我是王淑君。新闻一开始来，咱来关心，昨晚国内武汉肺炎无过增加确诊病例，不过有3个个案本地治好出院，真人阁无爽快，尾仔阁验出阳性。像这款的案件，目前国内总共有4例，不过疫情中心表示，这病毒的量真低，未阁传出去。旋转搓揉5次。指挥官陈时中甲现场4个防疫的官员挂手笼，搁一届示范安怎正确来洗手。大家面拢挂笑容，心情真轻松，因为上新确诊的病例数公布，搁一届出现零确诊。针对初时暗时印度撤侨的专机登来台湾，发现有9个人身体无爽快。指挥中心表示，已经进行初步的体检，采检的结果是阴性。国内确诊的人数目前维持438例。早上有9位有症状。那后来都在机场采检了，那采检结果都是阴性。新冠病毒实在是真歹流落。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表示，除了4月28一个出院搁变做阳性的个案例外，搁有3个个案治疗出院了后出现心脏皮肤彩、胸坎杂杂的症状，搁检查了后确定变阳性。国内拢总有4个这款的个案，嘛带院隔离当中。目前状况是有当时阴性，有当时阳性。基本上它的检测都是介于阴跟阳之间的那个很不容易判读的一些情形，然后那不过目前从韩国的收集到的资料，他们有100多位所谓的回到社区以后，然后所谓的复阳，那他们都没有再传染给任何其他的人的情形呢。台湾一直都是用比较高规格的方式去做处理。也拿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问题，顶日世卫法律顾问所罗门捌伫记者会表示，联合国伫咧49年前就认同中国是唯一合法的代表，台湾敢会当加入，需要世界卫生组织全体的成员做伙来决定。好，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官僚式的回答，那有错或者有没有达到的未完全的，当然要改。49年前就决定的这个回答，好像说其来有自，那其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答案。也拿伫5月中要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这届台湾成功防疫，增加国际知名度了后，敢会受到邀请？但是中表示，到目前为止拢还未受到邀请，敢若知影会以线顶会议的形式来举办。今年参与的国家发言敢若有2分钟的时间，受到邀请的国家甲地区，嘛无一定有机会通好发言。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挽回经济，美国有几个州伫测试解除封城的限制，并且是有条件的放令，予商店搁再营业。另外，纽约州也大声予制作业甲营建业复工。虽然疫情仍然严重，美国几个州测试仍然进行放松部分封城限制，以挽救被疫情影响的经济活动，包括佛州、乔治亚州、德州甲西维吉尼亚州等，拢宣布放宽限制，允准部分商店重新营业。It feels good to be back out, doing what we love, and glad to see everybody out and practicing safe guidelines. You need to sanitize, wash your hands, and for each customer, you give a break in between each customer, clean your station. 疫情的重灾区纽约州州长古莫测试提出一步一步解封的大方向，将优先予建筑业甲制造业参感染程度上少的地区复工，也过无讲出确实的时间表。纽约市部分街路是禁止车辆进出，予行人保持有效的社交安全距离。What does it feel like to skateboard down a totally empty New York City street? I'm good because then no one's gonna block me. Good because my mom can't boss me around for where I can go. 因为天气温暖加上出日头，许多华盛顿民众拢走出家门，聚集伫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带到散步甲晒日头等户外活动。伫加州有健身业者无顾到州政府的指令，为初1就开始重启营业。I'm big on the Constitution, so if you want to wear a mask, wear a mask. If you don't, don't. If you want to come in, great, use it. If you don't want to come in, stay home. 各州拢解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不过疫情发展却无乐观。华盛顿大学一项研究模型上新预测显示，到8月初，全美国将有接近13.5万人因为疫情死亡，比起较早预测速度悬出1倍。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病例即马已经超过360万例确诊，死亡人数是超过25万。来看上新的统计。一日中国确诊的病例有82000多例，台湾昨无增加确诊，目前是438例，
香港有1040例，日本方面有15000多例，南韩超过1万例，美国已经超过123万例，巴西超过11万例，欧洲的意大利超过21万例，西班牙超过25万例，德国超过16万7000例，英国19万6000例，伊朗是超过9万9000例。再来看香港方面，连续16天无本土病例，特首林郑月娥也宣布电影院、美容院伫初八会使重新营业。另外，5月27开始会分阶段恢复上课。另外，中国的专家钟南山也指出，武汉肺炎比流感更较高传。香港疫情拄原本病例超过1000例，到即马对抗疫情已经100天，有900个人出院，连续12天无新增加本土病例，其中10天无人确诊。香港政府召开记者会，感谢所有团队甲民众的拍拼，而且宣布到初八开始放量部分措施，美容院甲电影院会当有条件开放。餐飲處所嘅同台人數上限會由而家嘅4個人放寬到去8個人。間純酒吧，但係都應該係領有飲食嘅牌照嘅，都可以恢復營業，但係需要遵守更加嚴格嘅規定，例如限制喺酒吧裏邊嘅人數啦。另外，政府嘛決定5月27開始分階段恢復上課，毋過學校內底所有老師甲學生人客攏必須要掛喙罨。專家強調講，雖然是適當時機放零，毋過要注意疫情佫夾起來。另外，中國對抗疫情專家鍾南山是指出，若是以傳染性的指數來講，一般流感是1，新冠病毒就有3，傳染性是加懸。7年前的 SARS 是接近2，新冠病毒的話呢，差不多達到3了，它傳染人很容易傳染。這個是我們認識的一個很重要的一條，所以現在實際上它的治療沒有什麼很大的突破。鍾南山嘛甲劉學生是先分享，無症狀感染者有4種類型，若是一直先叨叨想要困，鼻仔無爽快，實際上就是有症狀的。有任何的感受，千萬攏要注意。若是初5是中國5一連假的上下尾一天，中國官方嘛呼籲休假回來時陣要做好防護，甲保持距離。另外嘛，敢若新增加一個經過1日病例。5月4日。全國連續2天無新增本土確診和疑似病例。中國對外公布疫情長號，由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帶領的中央指導組4月27已經離開武漢，登去北京。毋過為着預防疫情佫壓起來，國務院測試佫派副秘書長丁向陽，還有國家衛健委副主任醫學軍帶隊登去武漢，要繼續研究後一步的防疫控制工作。記者綜合報道。伫咧4月2日第2批類包機載登來229個烏白的台灣人，因集中檢疫14天滿啊，今日解除隔離。這隻班機總共載登來229人，其中包括向蔡總統華為想要登來的2歲心臟病女童，全部攏檢測陰性。今日解除隔離，透早解封，為咗加速家己開車去載。第2批烏白類包機有2班。4月22日總共載登來460人，這2天攏已經解除隔離回去啊。再來關心，因為疫情的影響，桃園機場的運輸量減少真濟，目前每天平均敢若存200個機紙吼。桃園機場公司開會規劃豐台季節的停機備案，也若邊境當時會解除封鎖，目前是無時間表。工作人員比旅客要佫較濟，是目前桃園機場的狀態。入境的人數繼續佇咧落，甲去年同期比，2月減43.12%，3月85.5%，4月入境的人數估計減超過9成。目前逐天停機坪差不多有150隻飛輪機歇咧。若國際疫情繼續傳落去，桃園機場已經做好風台天停機的因應措施。我們在上個星期3，再召集了這個在駐場的航空公司。確認了它的機隊數量會停留在桃園機場的機隊數量，然後再跟民航局這邊討論和協調之後，大概已經有了初步的定案了。但無旅客，機場免稅店4月份的業績比去年同期減98.7%，商店街的業績減93.25%，服務商務客商務中心衰退幅度嘛要9成。這個店頭為着要家己救家己，調降部分的計數，嘛針對機場公司的員工推出優待等等的服務。現在的需求端沒有那麼強烈，所以他們有一些局部已經都關閉，或是暫停營業。那現在還是會保留一部分的來供應員工或是旅客的需求。
边境开放目前也无时间表，机场公司依持真严格的防疫，航站有60多个出入口，目前缩减到26个，确实执行出入消毒、甲磅体温等等的措施。即马逐工剩200个班机在飞，趁出入境的人数较少。机场公司为6月份开始，会做北跑道整修的工程，按算8月会当完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日报纸看什么大代志？一开始是《苹果日报》，中央资讯系统测试受攻击了后，台塑网站昨嘛传出中毒，做记忆体的力城也受病毒攻击，生产受到影响。国安和治安体系连盘，最近欧美以及澳洲的医疗或者是金融资讯单位，拢有受到攻击的情形。来源包括是俄罗斯，阁有中国。再来看《自由时报》，中华一帮本季是伫疫情中全世界头一个关门拍球，即马阁要大兴开放球迷入场。中华一帮联名确定要开放200人入场看球，希望若疫情转好，会当阁开放阁较侪人。希望会当争取这礼拜5台中甲新增2场比赛，拢会使有1000人来入场。刷来是联合报，行政院长苏贞昌初三宣布扩大纾困的对象要互正头路，但是无投保的人会使领到1万块的补助。昨真侪人想要办，但是今日才开放申请，而且手续公式真复杂，引起民众不满。连疫情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拢讲真歹算，政务委员金明心也甲大家回息咧，讲是无准备好势。我们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联系，这个部分还是要加强的哈，在这边表达一些歉意哈。要申请1万块的纾困方案，甲区公所钱甲变过，毋过所得到问啥都毋知回应，嘛有人走去苏贞昌的密册一直骂。政务委员金明欣先回息咧，承认讲头前的作业无准备好，初6会正式开放申请。金明欣嘛解说，政府现金纾困方案，第一是存款加收入无达到基本生活费1.5倍的关怀救助金1万至3万。第二是无加保的弱势劳工纾困补贴，降低申请的标准，有工作证明或者是签册结束的1万块纾困现金。第三是家己伫咧这工会投保的自营业者，或者是无固定头家的人，每一个人每个月1万块，总共会当分3个月。非常简易的哈，那当然就是说你要切结，或者是你可以证明你现在是有工作的啊。现在强调讲，既然甲纾困现金敢会当经一个，毋过甲劳动部的劳工纾困贷款是会当做回来使用，因为疫情的影响，想要救经济，去年开始的台商回流方案，投资产业是以资讯网通占上济，都会当配合因为疫情成长的伫厝买物件的经济。预计5月20进前，台商的投资金额会当破1兆，创造8万外的就业机会。我们去年布局的台商回台。那回来的第一波就是伺服器网通，在武汉肺炎发生这一段时间呢，国际上的需求是大量增加，那这个部分刚好我们国内的产能就可以搭配起来。中央推售纾困方案替企业渡过难关，毋过有企业去台北富邦银行申请营运资金纾困贷款170万，所以用收真悬的手续费8万块。洪培平讲是一只牛北上赞赔，金管会已经介入调查。基本上，公股银行是免收手续费，嘛好用民营的银行来配合。若是查到以关键手续费来补利息的代志，政府就会介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明仔后面通过台湾北部天气的小可无共款，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北部东半部甲马祖有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过到了后，伫咧中南部山区要注意有可能有雷阵雨。今日上关温是32到35度，另外伫咧南投、台南、高雄有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因为这波方面结果无强，速度紧，雨量较少，明仔就会豆豆离开。过来关心，黄山雨无照时间来，南部有可能会欠水，高雄甲台南地区对初7开始会进入第一阶段的限水，较少人用的时间来减少水压。避免浪费。伫咧高雄美浓到清外河，平常时也是使用地下水，因为最近拢无雨水，井也是抽无水。趁过道大日头，赶紧跳入去灌溉水沟内底洗身躯，厝里无水通好用，特别4个月，差不多逐工拢是这款洗身躯的方式。
就逐工做工课转去啊，啊，佫要来载水就艰苦啊。南部自旧年底到今，差不多拢无落大雨，黄霜雨佫延后无来，互大高雄地区的水情灯号对青顶转做黄灯。美浓结合里这附近有一千户的徛家拢是靠水井取水，拄着大水期抽无水，干那会当家己想办法，逐工载水。大便你尿尿叫它都橡胶盐气哦，现在哦，都没有水冲出手啊。他们公家打得很深啊，他打了14口井吧。一直抽，我们这边的水都被他抽走了。居民讲是自来水公司的关系，自来水公司赶紧驳回，表示今年的雨量少，连高屏溪传流量拢是10几年来上低，居民才会抽无地下水通好用。高屏溪的流量大概在6.5个 CMS， 我想这是这几十年来一个高屏溪一个最低的一个传流量，所以说在前景确实是取不到水。镜头来看家己，民生甲工业用水的水源仍以淡甲南潭水库水位是一直在落，两个水库有效蓄水量加起来无到30%，互民众真烦恼，敢是要限水啊？2个合计起来还有871万立方公尺，有效蓄水率达到25.3年，所以说整个水情没有外界所讲的那么样的紧张。5月初7开始，自来水公司会针对大高雄甲台南地区，伫离峰的时段减压供水，停止非必要用水的喷水池等等这款无一定爱用的用水，希望民众会当互相体谅，做伙当甲黄霜雨归来的时阵。记者综合报道。经过英国官方的上新统计，英国国内武汉肺炎死亡的人数已经32000外例，超过意大利，正做欧洲史上侪人的国家，排伫美国后壁，是全世界第2悬。英国首相强森进前因为武汉肺炎住院，目前已经治好势，回去做工课啊。不过，甲其他国家来比，强森3月才下令实施封锁，来阻挡疫情拓开。反对党质疑强森政府反应伤过慢，也无推动大规模的体检，无替病院准备有够严的防护装备吼，在地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这嘛互强森的政治压力加袂少。另外，过来关心，经过63天封锁的意大利，也豆豆解除封城的限制，放任居家禁令，互民众会当出去行搭，或者是讲拜访住伫港区的亲戚朋友，也有400万的劳工会当开始登去上班啊。罗马有名的英式天园波哥赛白种外口，有人看狗仔在散步，有人坐伫公园的椅仔顶悬拍日头，看起来是真清幽。自从新冠病毒的疫情伫意大利爆发了后，当局伫2月底先封锁12个城市，3月初9全国封锁了后，即马总算放任部分的封城限制，互居民会当出去散步、拜访住伫同一个区域的亲戚，甚至去过身的亲人的墓地对思。Siamo contenti perché finalmente oggi è riaperto Villa Borghese dopo 1 mese e mezzo che era chiusa, anche se ovviamente mia figlia è rimasta delusa nel trovare comunque tutti i giochi transennati. 若会当出门，阁会当坐交通工具，进入公车、地铁进前爱挂喙按量体温，阁爱照指示，保持人甲人之间的距离，选会当坐的座位。同时，有400多万名的劳工重新登去建筑、制造业等等做工课。若是酒吧、咖啡厅、甲餐饮店家嘛重新开放，毋过共款袂当入去餐厅内底食物件，敢若会当包起来早走，也是外送。Ottimo, non me lo ricordavo più. Sì, è la giornata uscire, poter venire fino qua, prendere il pranzo. 就算讲意大利放任封城令，但是嘛是要求人甲人之间爱保持社交距离。入去室内公共场所的时阵嘛爱挂喙按，无情共款无法度真侪人做伙食物件，也是举行聚会等等的活动。也若是学校爱等到9月才会恢复上课。另外，因为经济受到冲击，威尼斯甲米兰当地时间初4拢有民众示威，抗议咧免2个月无收入。其中伫威尼斯的抗议者，佮向患者甲第一线医疗人员拍破瓜鼓励，表示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印度疫情也是当咧严重，不过封锁过外月了后，一寡所在有豆豆伫调整。亲像首都新德里，居民一烧济要来买酒，警方只好斗指挥，呼吁爱保持社交距离。伫咧菲律宾也有少年官员扮做电影内底角色，呼吁民众防疫爱注意。伫咧疫情大流行的期间，只会当互阮保持社交距离的能力。这是一个55岁的新德里居民，对咧春日去买酒排队了后，甲记者讲的话：印度头一届宣布封城40天以来，部分地区的禁令放令，居民头一届会当自由出门去街仔路买物件。
新德里超150间公营分酒商店，拄早起9点开始营业，开到尾暗6点半。啊，毋过有人提早2点钟去排队。根据地方媒体报道，官方伫咧开始卖进前就宣布，拄初5开始。会针对疫情期间征收70%的特别税，也就是讲开1000块印度卢比买混酒要付17块。根据规定，一个间内当温住5个人入去店内底，而且排队的人拢必须保持社交距离。啊，毋过真侪人拢无遵守规定，警方伫外口提警棍伫维持秩序。啊，毋过某人还未买到酒，就因为违规去罚钱。लोग ज़्यादा इकट्ठे हो गए थे या हंगामा मचा रहे थे तो इस वजह से बंद करा दिया उन्होंने ठेका। हम 40 दिन से ठेका बंद है, पब्लिक बहुत ज़्यादा परेशान है। ಹಾಗಾಗಿ ತುಂಬಾ ಜನ 45 days 47 days ಅಂದ್ರೆ ತುಂಬಾನೇ ಕಷ್ಟ ಲಿಕ್ಕರ್ ವಿತೌಟ್ ಲಿಕ್ಕರ್。上届大战的乌姆斯地国防部兵来菲律宾马尼拉亲身伫街路面顶分食食，提醒民众伫咧这段疫情的期间要遵守政府的防疫规定。因其实拢是地方政府的少年官员，身躯面顶的电影戏号，嘛是回收物资加工做出来的。Po dun sa yun nga po paninita ng mga tao po na lumalabas, mas mga wala pong face mask. 因伫咧大大细细街路面顶四界发声来宣导，啊，若是配合政府的规定，踮伫厝内的居民看到星际大战内底人物，就安尼雄雄出现伫咧面头前，感觉真趣味，佮真新鲜。原本想要冲出去门口，甲因做伙翕相，啊，毋过佮因为必须要保持社交距离，干内当乖乖转去。菲律宾目前确诊个案要9500例，超过600个人死亡。官方继续封城到这个月19。伫咧防疫期间，会当看到乌布斯帝国防步兵亲身出现伫咧家己大的庄仔头，暂时去互禁止出门的生活，嘛增加一寡趣味。记者综合报道。被号做杀人犯的大虎头帮原生地伫亚洲，不过因最近煞出现伫美国的华盛顿，毋但会攻击北美的原生蜜蜂，而且过去一冬已经害50人无命。大虎头蜂，搁互人叫做杀人蜂，正大只，比一般的蜜蜂大2倍，长差不多4公分。若两支实体开，会当到7公分宽。本来拢生活伫咧东南亚、中国加台湾，也毋过美国华盛顿州哇加拿大雷温区，去年12月就发现这种大虎头蜂。加拿大温哥华也传出有人互大虎头蜂定着。昆虫学家讲，这种大虎头蜂每粒的尖长差不多6公里，内面拢是神经毒素。若互伊定着，较严重的心脏停落，或者是过变性休克，有性命的危险。What would make this say more dangerous than a honeybee is when a honeybee stings you, it loses the stinger and then it dies. An Asian giant hornet will sting you multiple times and can sting you multiple times and deliver larger doses of venom just because of the size of them. 除了对人类有危险，大虎头蜂对农家甲饲蜂业也有危害，因为伊会攻击蜜蜂。几只大虎头蜂伫几点钟久内就能甲规个蜂巢拢毁掉。华盛顿州一个饲蜂人就怀疑，去年11月一次的几多千只蜜蜂头拢互人咬断，凶手就是大虎头蜂。Our biggest fear is that it will actually impact small beekeepers and maybe drive them out of business and raise costs for larger beekeepers. It's just something we don't want to see happen. 怎么也唔知影这种大虎头蜂是安怎走到美国的华盛顿州。昆虫学家经过当地民众，这种杀人蜂的针，大部分的衫拢会当擦烫过，传统的蜜蜂防护衫是无效的，所以若看到大虎头蜂的手，上好莫去甲伊吸。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职棒的会长吴志勇表示，真正有提出开放200名观众入场的申请，已经得到疫情中心的同意。也因为最近疫情转好，希望会当争取1000人来入场。若准顺利，这礼拜5都会当实施。大兴全球用无观众入场的方式来比赛，要1个月的时间，用英语转播的方式来吸引海外的球迷，是办了真成功。初8也就是拜5暗的2场比赛，真有可能加做最近全球头一个开放球迷入场的比赛。因为进前有送出200个球迷入场的申请，已经得到批准，中职会进一步争取，把观众的人数揪关到1000人。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开放1000名的球迷进场，那当然还是采严格的实名制，都要在前一天，而且现场要核对身份，而且座位要固定。徛名制、梅花座甲保持社交距离，爱安怎来落实？目前各主场的球队正在讨论当中。汉将甲桃园拢表示，会照徛名制的规定，以贵票的会员为优先。5月8号也是第一场嘛，对啊，我们应该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package，欢迎球迷回流。
中职争取开放1000个球迷入场，指挥中心并无正面的回应。不过副指挥官陈宗彦讲，因为4个主场的球场座位上少有11000个，顶礼拜甲中职讨论的时阵，有建议初期用1000个人做评估。最重要的是有几个，第一个是购票的这个资讯，好，那第二个是这个进出的动线，第三个是在球场内的这个维持的距离，好，那第四个是这个包括在球场里面是不是可以维护个人卫生。假使指挥中心无同意，拜五伫新庄甲洲际的比赛，也是有200个球迷会当入场。不过吴志勇强调，球迷也是爱专程挂喙罨，而且会当闪球。不过袂当去接触家的球，或者是 home run 的球，全袂记爱保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除了中华职棒、南韩职棒 KBO 昨夜开始拍，10支球队分别伫5个所在拍开幕战。KBO 也是学中职。关门比赛禁止观众入场，不过为着要让球员比赛更较有动力，球团伫看台边采挂喙罨的给球迷，也有球团使用大荧幕，让球迷当透过视讯替球队加油。这个声音甲南韩的球迷讲棒球转来啊！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延了5礼拜了，南韩的职棒 KBO 最5日后新球季正式开始。是中华职棒了全世界第2开始比赛职棒，10支球队5个所在比赛。KBO 甲中职同款是闭门比赛，球员伫比赛前爱磅体温，比赛时阵也不准配水暖互相击掌，一律裁判爱挂喙罨来开球的高下球杯，也伫咧棒球造成的圆形透明打甲球员击掌。球团也伫咧看台顶采一寡有挂水罨的假观众布条，还佫传大荧幕，互球迷用视讯替球员加油喊声。팬여러분들이전세계에서가장큰빅보드를통해서같이응원을하는것이이제도입이됐습니다.热情的球迷坐伫咧球场外口用乒乓看转播，或者是伫咧铁门外口看。 기분은 좋죠. 이렇게 만나서 야구를 옆에서나마 이렇게 소리라도 들을 수 있고 응원을 할 수 있는 자체가 기분이 좋습니다. 야구를 좋아하는 한 사람으로서 기분은 엄청 좋습니다. KBO 拍算这季要办144场比赛，也毋过会取消拜六的明星赛，也缩短季后赛。除了当地媒体，美国的 ESPN 也出列转播权，每天播出一场 KBO 的比赛。 南韩最近疫情稳定，4个日接了，单日新增加病例数平均9.1例，目前总共病例数1万通，200多人死亡。随后开始放宽社交距离限制，进入生活防疫的阶段。南韩政府讲，疫情若继续稳定，2礼拜后球迷就有机会当入去看比赛。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有一个姓叶的查甫人对中国返来了后，就伫处理检疫，不过伫第4天，5月初4下晡。 李干事要去送居家关怀包的时阵，却发现伊已经过往啊。详细原因搁伫调查。新北市长侯友宜甲新北市议员抗议大合唱，明仔载会更加好，为市民甲医护人员祈福。严格伫咧合唱前，新北市府开新冠病毒疫情应变会议，伫报告内面讲。 初4下昼，新北市新庄区发生居家检疫的个案，伫厝内过身，死亡原因不明。我们的李干事非常用心，要去送居家检疫关怀包，敲门一直都没有回应，所以才通知相关单位到现场。到了现场，发现这位居家检疫者已经死亡了，真正的死亡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居家检疫死亡个案。 是一位55年厝姓叶的查甫人，5月初1自中港澳入境，伫迄天就随登记新庄的厝内居家检疫。5月初2、初3，李干事敲电话去关心，拢有甲当事人联络到。严过伫初4下昼要送关怀包予伊时阵，发现死者坐伫咧碰机顶头，已经无生命现象。就我们了解的是，他长期在大陆工作，电话的了解通通都很正常，都没有提到有任何的症状，也没有咳嗽，然后声音也蛮洪亮的。新北市政府民政局讲，到初5，居家检疫者总共1705位，其中中和区甲新庄区上侪拢超过200例。 这位居家检疫死亡个案伫咧厝内过身，会当讲是全国第1例。伊的遗体送到邦桥殡仪馆，死亡原因是交予检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去年6月，台南有一个刑警因为赔偿的问题，甲一个凶手约伫咧练歌场谈判，但是因为讲袂捌，凶手煞开枪甲伊断死。一审是判凶手19年两个月，也因为到打拢无和解，二审改判更较重的无期徒。这个命案发生伫咧去年6月14半暝点外，台南市刑大侦查组刘三英甲梅文贵约要谈判，约伫咧柳营三秀练歌场，因为赔偿的问题超袂好势，梅文贵雄野枪为刘三英正边的肩胛头开枪，因为枪支探过正边的气，急救了后也是不幸来死亡。一审以枪炮罪、甲杀人罪判19年2个月，双方拢不满这个判决，佫提出上诉。目前2审的结果已经出来，应执行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并科罚金新台币10万元，罚金如易服劳役，以新台币1000元折算1日。因为刘三英有警察的身份，还佫捌当选台南市部县警察，这件台警察的案件引起社会大家的惊吓。警政署长陈家钦嘛捌去表示关心，也若法官即届对开枪拍到的所在认定嫌犯有杀人的意图，才会甲判重刑。家属听到判决的结果，因希望嫌犯永远拢莫佫倒转来社会。爱放我放出来，莫要出来就对啊。原判决认被告持枪射击的地方及射击的方向不对。第二，原判决科刑时，并未查明被告杀人的动机及被告犯罪的情节，量刑却有不妥。法官考虑到姓梅的被告，未记知影刘三英是警察，谈判进前佫调工早枪，近距离甲开枪，而且案件发生到大，也拢无对家属做赔偿，才会撤销一审原本的判决，加重量刑，专案也佫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过一日，韩国瑜的罢免案6月7日就要开始投票，不过投票数还佫欠500多沓。中选会希望高雄市政府爱负选务责任，莫佫找借口。离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投票剩31天，中选会早起正式公告选举活动为25号开始。6月7日迄天投票，自早起8点到下昼4点，也毋过投开票所，因为高雄市政府限制部分的教师甲市标出席，目前也欠510所。向民间公开的来征件。第3点呢，我们也不排除在可使用的空间搭帐篷。中选会宣布启动闭环计划，希望找到已经完成所有投开票所设置，也毋过也呼吁高雄市政府负起选务责任，毋通以防疫为借口。也毋过高雄市也有家长甲学校出面表示，无同意出席教室。当时候的来接下的人呢，他是还没有办法提出相关的一个配套啊，不希望因为这个东西造成我们学生、我们小孩子受到任何疫情的影响跟威胁。对投开票防疫，中选会也宣布比照目前社交距离等防疫做法，强调民众袂当投票。另外，罢免理由书甲答辩书初5也公告上网。韩国瑜的答辩引用佛教心经5句，并且附上超前防疫、清污路边等15项市政成绩，并且伫市政会议要求市府团队这个时刻坚守操守，市政袂当被任何代志操作。有朝一日我们退休了，离开了这个公家的单位，你不管是什么职务。就是一心一打拼，没有什么东想西想，没有什么杂念邪念，通通不要，就是为老百姓好好做事。等到离开这个位置，我们心中没有任何的遗憾跟后悔。也毋过，别项团体甲高雄市议会早起，佫提出证据，指控市府机器当地厉害刷落来，未取缔发罢免文宣，也禁止公车放罢免广告。市府新闻局宣布市调故意扭曲，也请相关局长出面澄清。警察局只是答复民众的询问，公车广告也属于业者的商业行为。也毋过，议会民进党团认为市府多项做法已经违反选罢法，将委请律师提告。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台北市钱柜 KTV 发生火灾，所地有风声。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吴俊宏要请示，有议员怀疑到达已经过1礼拜啊，才要请示，敢是受人指示？副市长黄珊珊表示，案件已经送警方调查，郭文德讲会等调查报告出来了后，才要来追究责任。林心钱柜火烧造成6个人死亡，代志发生已经1礼拜。台北市政府证实，消防局长吴俊宏初5早起提出辞职表示负责。为什么拖了1个
个礼拜才请辞。下晡，吴俊宏出席台北市议会备询，有议员质疑是安怎代志发生一礼拜才辞职，敢是台北市府高层的意思？为什么等到我们议会做专案报告之后，你才提出口头请辞？是不是有市长周边的人或市府高层给你授意？本来是要静待调查，负应该负的责任，所以后来经过考量，所以我提出我。去留就长官决定。议员质疑口头辞职袂输是政治的游戏，建议吴俊宏爱改做书面的辞职。吴俊宏嘛答应讲会改用书面的方式。不过台北市府表示，现阶段第一要紧是全面检讨消防稽查的工况，提出修法的方向。专案嘛已经移上政风处调查，拜时调查报告出来，会做伙检讨相关的责任。提出相关的请辞也是他负责任的表现。市长的态度就是，我们在还没有做过调查之前，市长不会轻易的做决定。接下来，会提出相关失职人员的惩处名单。台北市府已经调集保险业者，甲钱柜开会，要求对罹难者的家属增加慰问金。后礼拜开始，针对轻伤的人，市府会协助逐礼拜开协调会，讨论和解相关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疫情专题，带大家来看艺文工作者。因为要防疫，真侪室内表演拢取消，无就是延期。虽然文化部有纾困方案，不过真侪艺文工作者讲，这个产业无落保，劳动权益真歹，希望通改善。舞者对音乐跳舞，另外一边导演等咧和音乐设计来讨论这摆的排练。你是要有策略的，变慢也是有思考，也是有策略的去进行。为3月份开始，室内表演唔是取消，就是延期。专门咧帮剧场做音乐设计的李志美表示，手头的工课敢若剩一场和派鞋啊舞蹈剧场所合作，收入连基本的生活开销拢有困难。看到政府所提出的纾困方案，互伊感觉无路通行，真侪摆拢挡袂牢，直接伫网络留话和政府机关。我其实陆陆续续就是每一次看到消息崩溃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在那个机关首长的脸书下面留言，然后刚知道劳动部可能有这件事情，然后以劳保资格作为认定的时候，我就有留言说，就是请他明查，因为表演艺术从业者真的不是普遍有劳保的。李志美投入音乐创作7档的时间，每个月平均2万外块的收入，可以继续创作落去。伊选择甲逐年3万外劳保甲相关的支出拢省起来，摕来投资伫咧创作的设备顶悬。劳动部所提出的纾困补助，以劳保投保的金额来做标准，对伊和大多数的表演工作者来讲，是一个达未够的标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说，这个疫情有点像是一个急症。就是急症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原来我们的这个产业体质是多差。无同的部门，因对于艺文产业的认知是无同的，所以一条门槛、一条线域是要安怎减少一些落差，或是放宽这些门槛，然后让更多人能够被照顾。艺文界困难，文化部听到啊，所以开放自然人的管道，帮人来认定，敢若需要以 email 来这方式提出原本的工课取消的证明，就会当申请纾困。不过，这摆疫情的冲击，和原本体质就真无好的艺文产业，看起来用要维持袂落去。一直讲要培养文化国力的台湾，是毋是会当度过这边的危机，来落实文化台湾的目标？纾困敢若是起步尔尔。记者由进场玉水新北报道。武汉肺炎的防疫已经成做大家防疫生活的一部分，而且防疫嘛会当有创意。南科实验中学的学生机器人团队因为疫情无法度参加比赛，所以就甲要参加比赛的机器人改装做会当自由伫校园行搭瓦棍人的防疫机器人，咱来看卖啊！在南科实验中学的学校内，会当看到一个新朋友，就是这台防疫机器人。若看到有人就会停来，甲你磅体温、喷酒精。另外，做这台防疫机器人的是学校内的 FRC 小组的学生，因本来是要设计一台机器人去美国参加比赛，所以因为疫情延后。这一路走来，我们学校、我们的团队受到社会有这么多的帮助，我们能够
是不是能够运用所学，然后为社会做些什么？所以学生今就决定把本来要去参加比赛机器人改成讲说这台防疫机器人。在量耳温的目前都是用人去靠近人去量，这个风险既然这么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台机器人，然后代替我们人，然后去靠近这个同学啊，去帮他测量这个耳温。虽然学生因拢有制作机器人的经验，不过在研发防疫机器人的过程中，也是遇到真侪困难。像酒精喷的角度，因就翘真久。所以就是你的手不会湿，但你的全身都会湿掉。然后就是我们还这样子让他喷了2天，所以就是全校的学生他们在进到教室之前，衣服都是湿掉的，也很好玩。学生任务不止久，才解决上基本的问题，和防疫机器人会当执行任务，也可让确保防疫资讯。那额温枪其实不是一次性的用品，就是你买了一次可以用很久。防疫机器人研发成功了，学生真有信心，应该带到火车站到3工防疫工作。学生因也学到跟人接触的经验，也个面对疫情的态度。但是其实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一味的害怕，我们必须要有积极的作为，去免除这些恐惧。就是面对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面对它嘛。新冠肺炎的疫情继续，大家当加发挥一寡创意，到3工防疫。记者综合报道。高医前院长罗文德的厝发生火灾，伊的3个亲人不幸过往。罗文德感谢各界的关心，也宣布要成立奖学金，希望外界第2个经费拢捐予奖学金，帮助弱势的医学生。车山早起的这场火灾，甲高医前院长罗文德透天厝3楼以上的空间拢烧掉，伊的查某囝、囝婿，还有3个外孙嘛，因为安尼无命。高医校长甲5院的校长找5做伙出面，甲大家行礼，代表罗文德感谢外界关心，嘛宣布要成立奖学金。赖董事也跟亲家决定成立，他们想要把这份悲伤化成正向的力量，成立奖学金，请大家把送花圈、花篮的相关费用捐给这个奖学金。火灾甲罗文德上爱的亲人带走，高医代替罗文德表示，因为即摆心情抑阁真艰苦，无法度亲身出面来说多谢，毋过带念对囝儿的关爱，还有查囝甲囝婿这些真正嘛真关心偏乡甲弱势，希望透过用因好命奖学金来照顾弱势医学生，而且无限制是高医的。延续优良的家风，赖府培育出素德兼备的韦安医师。105年6月以全班第2名的优异成绩毕业。韦安医师并未自视父亲在高医的教职。高医表示，罗文德是心脏血管的头脚，要去用选做100大的良医，嘛伫咧高医大学教册32档。教育真侪人才，4当前才打退休，即摆阁选择用回归教育的方式纪念处理的人。高医的人卖陪伴大家做伙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第一南投草屯是稻米的重要产地。草屯客家协会最近做一块农地，要予当地学生种稻啊，了解稻米这个产业吼。未来计划要伫遮种挂菜，教民众安怎样生咸菜，推广食农教育。阿友报警，南投草屯镇客家协会成员当伫咧种番麦，为着推广食农教育，协会特别做这1分的地，希望未来这个所在会使予当地学生囡仔来遮种稻啊，了解草屯出产米的文化。带李干事者来先种头期的番麦落安尼，正会多赴后帮的来，互才有囡仔来种。南投县草屯镇中原社区，因为伫咧南部甲北市的中，所以号做中原里。当地民众大部分拢是做食人，种金瓜甲米上介多。即阵因为草屯客家协会也未含当地学校，甲学生来遮种田的细节记录好，所以就申请协会的成员来遮种番麦。为机会带囡仔来种哦，我感觉讲哦，做田是艰苦的，哦，来感觉讲哦，有他家是真好的代志，让很多年轻人来参与这个活动，然后让这个活动更多元化。
草屯客家协会讲，未来遮也会使种菜头甲挂菜，等到收成的时阵，才教人安怎洗种菜，传承客家的手路，也延续客家族群杀梦打拼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大溪有一间已经开80档的文具店，目前是传到第3代。附近的学校办活动的时阵，这间店拢会免费提供文具给学生，让学生有更加侪资源，并且连续20档拢安尼做。店内放真侪文具用品，这是一间伫云林大溪已经开80年的文具店。在地学生囡仔嘛一定会来这间店买物件。即阵也已经传到第3代的经营者。店到现在应该差不多有80年左右。我们早期是做杂货的，慢慢跟着转型，跟着时代转型。是从哪一个辈分开始传下来的？是从我爷爷，我当兵回来，然后就留在家乡帮忙爸爸他们照顾。头家表示，退伍了后，回来故乡斗顾店，也为着要照顾4大人，专接手这间自阿公时代开到大的文具店。而且，若是附近的学校有办活动，因也会提供一寡文具用品来送给学生。我们这个丁老板在我们这个台西国小旁边已经开店非常的久。其实，尤其是说学校如果办大型的活动啊，就像毕业典礼啊，或者是校庆园游会的时候，都会提供大量的那个文具用品，让学生去就是使用。读国中就有这间店咯，我今年66岁啦，历史看偌久了啦。这间3代的文具店，有真侪老主顾定定会来这捧场。从柑仔店转型做文具店，对时代的演变，也陪伴在地人读册青春岁月。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南方澳大桥长期运安会调查报告发现，桥顶头的点仔架比本地设计更加高，而且这几档60摆的保养工程，敢若3摆甲结构有关系。所以因为啥人是主管机关回未清，才会对105年了后都唔捌国检查。云南会分线监视器扫到的南方澳大桥影片，迄天早起9点30分02秒，桥体甲主桥中跨出现无正常的震动，桥体开始沉落来，无甲1秒8号吊索头一个落落来，所落来4个吊索套管嘛小连续落落来。9点3005秒，落落来桥体碰到海面，云南会进行桥面点仔架铺面重心取样，发现南方澳大桥铺面高度原本的设计是8公分至9.2公分，毋过重心取样的所在高度却是16公分，判断可能是后手用好的时阵所增加的高度。未来我们会做分析，就是我们把它也许做平均化之后，我们来看说增加的这些厚度是不是会实际，因为增加厚度就增加重量，那是不是实际会对这个桥梁的承载会有些影响。另外，云南会嘛发现南方澳大桥的10号吊索设计顶的不平均，2楼的无使用线空嘛，毋是伫咧正中央。以力学来讲，可能的地势受力不平均，毋过敢是会影响地势长桥，搁爱综合分析来看南方澳大桥这几年60届用户工程，敢若3届甲主结构有关系，分别是2019年、甲2019年油漆工程，啊，搁2017年换新的一届铺面，毋过因为主管机关的权责还未查清楚，大桥前21年拢无做过任何检测，因为他们之间的管理权责还有一些模糊的地方，所以105年之后也没有其他的单位去针对这个桥梁做检测。以现在相关规范的话，桥梁应该是每2年应该要做一次检测。云安会初步的调查，大桥伫咧107年9月份到108年1月份中午，当地捌有大量载土的车直接通过，敢有去影响到桥的承重，嘛是后手要调查的重点。所以来召开专家学者会议，预计今年8月份会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魔术组织联盟FISM每3档举办一摆世界魔术大赛，被号做是魔术界奥运。一群代魔术社的人组团队，要伫年底去韩国参加FISM亚洲选拔赛，争取2022年世界魔术大赛比赛资格。FISM国际魔术组织联盟是魔术界公认的权威组织，每3年举办一届的世界魔术大赛，被号做是魔术界的奥运。年会今日27，台农艺所毕业的魔术师柯浩君，今年2月顺利通过台湾区的选考会，年底要去韩国釜山，代表台湾参加亚洲区的选拔赛。我对这边的比赛是就有野心的，我想要把所有表演拢做甲上好，所以我就爱找上专业的人来甲我斗相共，因为我就是
一定要通过这个比赛，我就一定要代表台湾出国去比赛，因为那是我的梦想。一般的魔术师拢一个人在做工课，但是为着加国际一粒的魔术师竞赛，包括音乐、编剧、道具、美术，大家环节拢找业界的高手来操作。我今天做的是一个可以控制时间运作的一个电路板。那因为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道具要去控制。那如果有这个电路板的话，那我们的道具就可以在对的时间去启动。那这样子，在我们整段表演看起来就会非常的顺畅。到目前为止，也无任何一个台湾选手伫飞身舞台项目得到任何奖项。台湾魔术界拢真期待柯浩君会使拍破这个纪录，替咱摕到头一座冠军。记者王艺峰、黄文良台北报道。各国为着防疫，拢对咧关营业场所，比如讲电影院这个所在。南韩的首尔原本无虾米人的室外汽车电影院，颠倒受欢迎，业绩成长20%，而且票阁真歹卖。这是韩国首尔的街仔路，车是排甲叉叉叉，准备要去户外戏院看电影。因为疫情拓开，戏院票房是落真济，甚至是史上上低收入的记录。颠倒是户外戏院出现抢车状况。 주말이고 하다 보니까 2시간 전에 일찍 왔는데 또 차가 많이 밀려 있더라고요. 그래서 이거 매진되는 거 아닌가 걱정도 많이 했었던 것 같아요. 头家是表示讲，平常你的票房业绩是成长10%到20%，拜六的票阁是全部卖了了。为疫情爆发以来，伊接到比英国更较侪询问。 가족차 극장 이제 처음 와보게 됐는데 생각보다 차들이 되게 많아서 이제 다른 시민분들도 지금 코로나 사태로 인해서 이렇게 격리되어 있는 공간을 더 좋아하는 것 같다는 느낌을 많이 받았어요. 네, 코로나 바이러스 때문에 외출을 자제하고 있고요. 그리고 영화관 같은 데를 가면은 사람들 접촉이 많고 그래가지고 자동차 극장을 알아봐가지고 자동차 극장은 또 안전하고 그럴 것 같아가지고 这间户外戏院网站顶悬的全年无休困的广告，和世界各国因为烦恼疫情，封闭并暂停营业的戏院，变做强烈的比较。韩国政府为着控制疫情，宣导民众唔爱群聚。过去惯是伫室内看电影，今嘛是伫暗时甲车驶入去空地来欣赏电影。那是一个特别经验，嘛更较安心。记者综合报道。不管疫情爆发了后，真侪安养中心出现群聚感染，致使袂少国家暂时把养老院关起来，暂停探视。法国嘛因为安尼暂停探视，个外月引起争议，宗教的工作者压力也加真重。在英国一间安养院内底，大家真欢喜睇到90岁老阿嬷过生日。虽然讲工作人员是笑甲真欢喜，但是伊面对压力是非常的大，因为即阵啊已经有真侪老大人去为着新冠病毒过身。We've all cried, we've all had, even though we shouldn't, we've all had hugs. You dread coming to work it next morning or next afternoon in case another one's passed away. 在这间安养院内底，有分做确诊病人红区以及阴性者的青区，员工要徛伫第一线甲因照顾，但是生理愈来愈歹做，喙炎甲这防护衫继续阁一直起，一寡工作人员嘛互话着，但是因的抗疫甲压力，煞真少人去关心。But it was like we were the forgotten people. We were expendable, really. I suppose that's what it felt like. 法国总统马克宏进前捌转发一段影片，内容是一个96岁老大人流着目屎，靠讲家己互关伫疗养院房间内底，袂当甲翁婿厝当中人见面，敢若常常伫咧坐家，讲这根本毋是人过的日子。所以马克宏就决定讲，想要来放任着安养中心的探访。等下6礼拜，巴黎一位女士总算会使去安养中心看到伊80岁的老母咯。C'est pour ça, ça m'écoeure quand c'est nos parents derrière ces murs. C'est ma maman, c'est nos papas, ils n'ont aucun droit de nous priver d'eux comme ça. 因为死亡人数是一直增加，资讯阁无够公开，时间久啊，嘛有真侪家属怀疑养老院暗藏真侪代志，甚至对着院方提出了控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的方面通过北部、东半部甲马祖有
体检准好。另外，南投、台南、高雄有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咱来做伙关心今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这北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在中部地区是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是24度到33度，在东部地区是24度到33度。外岛部分是23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再会。我是三军总院院长蔡建松。防疫期间，许多民众选择餐点外送代替外出用餐，提醒外送员及业者落实以下防疫措施，守护彼此健康安全。第一，外送员应每日早晚量测体温，做好个人健康自主管理。如有发烧、呼吸道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回报业者。第二，外送工作期间应随身携带清洁及消毒用品，加强保温袋及车辆等物品的清洁消毒。第三，取送餐时应全程佩戴口罩，并建议佩戴具有挡风面罩的安全帽。最后，鼓励民众使用无接触取送餐服务，以信用卡线上支付，并与外送员保持适当社交距离。职场防疫，你我用心，食品外送，大家安心。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顶摆我出现的时阵，时间是国语迄卡刀。即马天气愈来愈烧热，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这气就是立夏。立夏汉字写作立夏，罗马字写作罗伊立。好的夏，立第8条，夏第7条。立夏一般拢伫新历的5月初5到5月初7当中，是热人头一个节气。也就是讲，立夏就是春天过啊，热人来啊，天气会愈来愈烧热。台湾进入黄霜仔雨的季节，雷公雨嘛较接。是农作物生长的大季。虽然现在我嘛感觉逐工拢咧落雨真无方便，不过黄霜仔雨是除了风台以外，真重要的水的来源。这个时阵空气真湿，物件定定会生菇，爱特别注意哦。立夏了后，因为天气豆豆烧热。人会较压杂到性地，迄阵咱就要保持平和的心情，较袂伤身体。Peace。讲到立夏，伫咱台湾有食布仔面的风俗，俗语讲立夏保老爸，就是立夏迄天爱煮布仔面，甲阿爸保身体，因为布仔的形圆圆胖胖，意思是望。互老爸食甲圆圆胖胖，有福寿。
甲入溪有牵卡的俗语有入溪丢啊做老爸，意思就是讲入溪的时，残忍的丢啊已经开始拍黄吐水啊。流入溪黄霜啊雨，雷公雨，压杂食布仔面。入溪保老爸，入溪丢啊做老爸。